不是，咱赶紧挑话。包亚素，哎，给我包束新鲜的，快点。这位仁兄，你哪位啊？不是，你谁呀？苏达美的男朋友。 我明白了，有了新男朋友就忘了老朋友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们家小美啊，就是这么羞涩。行，那我不打扰你们啊。白苏，花赶紧给我拿来，快点，我要走了。花268，加上包装318，这个丝带我送你。这。 不买了，哎，不要了，下回再说，下回再说。泡妞还想蹭我？谢谢。什么？没有听到？我说啊，谢谢。 你谁呀？苏达美的男朋友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你既可以去欺负一个弱势的乞丐，现在又来喂流浪狗。他很丑，但不像你，你笑起来很好看。